新菜介绍中南部上大雨，引起一寡菜市产区拢酸长甲真食力。像讲云林县拜二透早落大雨，雷公四那一直落到下晡。另外，云林的西螺、利润这菜市产区菜拢浸入水底。西螺果菜市的人就讲天气真无稳定，一寡菜拢去浸到水。像讲白菜、外国鹅仔菜，还有假名菜、汤匙菜，起差不多3块到13块。其中起上介济就是硬菜，起要20块。即嘛1公斤平均册介绍是32块9，统计各种的菜色，平均册介绍是31块半，已经起7.9%，和顶礼拜同这个时间比起来，起差不多1成。连日来，西南风地带旺盛的水汽，云林大雨，西螺菜园边仔这个大排倒激，小白菜拢全泡在水内底，农民规家伙啊总动员。会当抢救偌济，更加算偌济。昨天全部淹了，都没有看到菜啊。今天就抢收一些，能收多少就多少。就连二轮甲启动，嘛有真侪菜园啊，拢去予雨砸甲真严重。无洗乌足足，啊洗落讲嫌水伤。一箱一箱拄则才采收的鹅仔菜，伊的顶悬个架拢是土。官方统计讲，二轮菜色损失的面积有23公顷，也若启动的硬菜园，嘛简单剩一堆菜叶啊铺伫水面尔。这边的大雨真严重，来损断菜色的产地，照农产批发市场交易的这个行情，过来甲比起顶礼拜小白菜1公斤的平均价销，对16块5起到20块3，起码23%咯。也若其他的菜叶仔类，亲像这个苇仔菜、假名仔菜、条茎仔菜，拢差不多是起30至60%。啊，若起上济就是硬菜，1公斤的平均价销有32块9，这算是起上济。安尼甲算起来，起约要140%。不过统计各种的菜色，因每公斤平均的价销是31块5，起约要到1成。不过伫个15个中元节，这批发市场休市，落尾这的大雨反映的价销会更较惊人。上涨是应该会上涨啦，会涨到哪里？我们没办法评估啦。农粮署表示讲，第一期的叶菜类较会去受到连续落雨的影响，不过伫个1、2礼拜就会当复耕啊，复耕的速度真紧，影响的时间无长。不过若是未来这几天雨落袂停，安尼价销就会产生较大的波动，迄就还佫爱来观察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